开始，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已经解除苏拉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。按算今仔日下暗风台就会豆豆离开咱台湾。也毋过伫海面上的船只原来是爱细致风影。咱同齐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详细的说明。苏拉台风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，已经来到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，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。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我们所预估的话，气象局将在晚上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。但是如果台风它实际移动的方向更偏西，或是它减弱的程度更为明显的话，解除警报的时间就有可能提早。那目前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是台风环流所影响的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。提醒大家，台风还在影响我们台湾附近海面。依旧有长浪的现象，尤其在西南部沿海、北部沿海以及东半部沿海，还有2米以上的长浪，而且海面上的风力也很强劲哦。在海峡南部、巴士海峡会有4米以上的浪高，其他各海面也有3米以上的浪高，所以今天从事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。在花莲、台东地区、南部地区还有澎湖地区是会下短暂阵雨的。另外，宜兰、桃园以北地区、马祖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，至于其他各地早上可以看到阳光，不过中午以后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阵雨。至于所下的雨呢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气象局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、豪雨特报。我们针对台东以及恒春发布豪雨特报，针对花莲、宜兰、大台北山区以及屏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。这样子的降雨形态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雨都缓和了，包括过去在花东啊、恒春所下的雨都缓和下来了。但我们也注意到，受到风的环流的关系，所以在东北部地区雨会比较明显一些。至于在明天甚至到后天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各地依旧有短暂阵雨，天气是不太稳定的。至于